当春山流到这，爱个这片，就雨伞放雨开离我。 用生命去换，原来我只是你的皮甲壳，无能的解释纠结的变化。面对感情的世界，谁才是故事最后的主角？ 心碎的想无要留雨声，就真无奈甲心痛。就由我来收山，流到这，咱流到这，情到哪，袂当自耍，流到这，爱搁真疼。 就雨伞放雨开离我。谢谢。哦，要不然先拍呗，先拍呗。哎，俺无定这集播出，恁就会去看电视，看有翕到恁家己无对无吼？嘿啊。哇，阿嬷，你即马愈穿愈水呢，阿嬷。哇，你所有的船啊，拢安尼甲黏在衫顶管哦。水。哎，你讲我要过年吼，今日敢若穿红色的啦。嘿啊，真吼。对耶。看起来最喜气。啊，内妈哦，内妈，啊你是外妈，吼，哦，阿公吼。哦，阿公敢若外国人呢。哎呀，混血。哎呦，为什么这么喜气呢？因为今天是红人榜的大日子。对，我们小小歌王擂台组今天一定会产生。哦，好快呢。除非平手。这讲袂准。袂准。真歹讲。是。满不离脑过关的，其实我们的小小歌王呢就要先休息一下了。对，因为我们这个连续应该讲说10周哈的一个比赛呢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是一家人的这个歌唱擂台赛。哦，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哈，出来的，只要你是一家伙啊，不管你是呢夫妻还是呢父女、祖孙啦、兄弟姐妹啦、哈婆婆跟媳妇啦、姑姑跟嫂嫂啦，就是家族里面的天敌啦哈。啊，天敌。婆媳跟妯娌不是天敌吗？哇，没有。哦 ，OK 哈，但是呢，都欢迎大家一唱泯恩仇，好不好？有血缘关系，通通可以来报名。好，报名的专线，请你拨打0911-414-070，0911-414-070，我们这个宝座就等你们来挑战，掌声鼓励一下。好，今天的评审老师呢，哇，放你看4位帅哥。 3位帅哥加1位许常德老师。好的，这个说得精准。首先为各位介绍是作曲就像国乐古琴行云流水的陈子鸿老师，作词就像
人下棋，步步惊喜的许常德老师。讲评就像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陈国华老师。嗓音就像泼墨的山水画，磅礴有力的荒山亮老师。为什么说3位帅哥加1位许常德老师？说明一下，哈。其实人长得好不好看，不是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你不觉得许常德比他20年前有味道吗？哦，真的梅姐，对不对？你没说，我们真的看不出来。就像史恩康纳莱越老越帅啊。这是真的啊、是不是？乔治·库隆尼也比他年轻时候帅啊。这叫做成熟帅。是哈、岁月在他身上展现的是风华，而不是风霜。笑声，我都甲学了，你在笑声，你看到我在甲偷笑嘞。梅姐辛苦你了啊！今天再来介绍我们目前榜上的卫冕者以及宝座候选人。2位卫冕者分别是柯承勋、陈文秀，请尊在后2位宝座候选人黄启玉、陈怡晨。好，我们今天有大来宾。大来宾是谁呢？掌声来欢迎又会演戏又会唱歌的黄文清。史恩康纳莱哦，乔治·库隆尼哦 ，OK， 这么帅以后还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同名，就是一起帅。3个帅哥加1个许常德，为什么？3个帅哥加1个许常德，大帅。哦，对吧？没有。你会讲话了呢？可以啊。子红老师，谢谢你。我们是先唱对不对？先唱啊 ，OK。都是熟悉的摄影师。今天不是拍戏啊，是唱。来回位置。准备哦。你爱情剧本内底的我，无顾一切用生命去换。原来我只是你的配角，无能力解释剧情变化，点滴感情的死。想这是故事最后的转折，心碎的想无力的呼吸，旧情无奈甲心痛，就由我来收煞，就到这，咱就到这，情到底袂当存线。放雨开你我。你爱情剧本内底的我，无顾一切用生命。
这是故事最后的主角，心碎的想无要留，好想着情无奈甲心痛，就由我来收山，就到这，咱就到这，情到白，袂当出山，就到这，爱到这痛，就雨伞放雨开你我。谢谢。谢谢。直接吗？啊？对。其实就3分钟。再一次热情的掌声欢迎金曲歌王黄文熙。恭喜！告下来。哇，拍戏这么辛这是我的苦，新专辑。还可以出专辑耶，好漂亮哦！好漂亮哎！是。哇，这个专辑的包装是空运奶材质。哦，而且是这个专辑的概念是用一个糖衣的包装来做一个有糖果的设计感觉。对对对，就像爱情被那个糖衣包覆着一样。好，那这还你，你说袋子很贵是不是？哎，没有啦，你不能这样。这个材质也是很贵的，你们像这个很像想糖果。说袋子很漂亮啊，这个要留就对了。对，里面还有 CD。哦 ，CD 在里面。是。失敬。啊，不是很忙吗？怎么还有空出专辑？有啦，杀青了，还是就是边拍戏的时候边录歌这样。对。真的是热爱，对不对？是啊，郑凯现在的，我习惯叫他郑凯。好，那你就。因为那个一家人里面叫郑凯，六华哦，对不对？张郑。戏演的好，歌唱也唱得非常好，而且这一张我梅姐她厉害了，她自己也创作哦，是，对不对？几首歌是自己的创作？2首歌曲。哇，2首歌曲。而且这一次有一个大突破，就是歌的 MV。大家刚好看到大荧幕，对不对？我看的，我觉得那个剧情超虐心的。真的吗？谁受得了？真的。男同志的这个角色，对不对？是，因为也是我第一次演这个角色。哦。那其实，在演的当下，其实还蛮坎坷不安，因为没有演过这个角色，怕没有诠释好的话，怕会被攻击这样。哦。对，会怕啦，其实还是会怕。对。好特别哦。所以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像这样子，你大概要筹备多久？这样子哦，大概是1年的时间。还要1年。对，因为收歌其实是蛮费功夫的，是要收到就是适合我自己的歌，然后也要收到就是觉得有那个质感的歌曲这样。你喜欢演戏还是喜欢唱歌？其实都喜欢的，因为像唱歌的话，做唱片是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嘛，那其实也里面角色甚至是别人的人生百态，所以有不同的逻辑啦，对不对？对，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MV 里面那个床戏是那个有。你要问他床戏是来真的吗？好像很奇怪，这样子吧哈。是真的很有 feel 哈。是。这样问好不好？是真什么意思？我知道他演的这个剧情哦，不是编出来，是真的有这样的。真的有这样。他是这样哦，他本来是有女朋友的，对。结果呢，不知道怎么搞，他突然间爱上了一个男孩，对。发现自己内心里面的真爱不是这个女孩子。我跟你讲，我的好兄弟。最虐心的还不是这样，他为了那个男孩子，还把那个女生给甩了，结果那个女生就跟那个男生在一起。看这个报应。什么啦？臭男人。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做一张唱片，它是一个整体的创作，对不对？不是只有歌曲而已，它还有整个 MV 的一个概念，跟你传达这张唱片里的一个想法，对不对？而且这张唱片呢，我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次的编曲用了大量的就是比较流行华语的编曲来编台语歌曲，对，那希望用台语传承。让更多喜欢听流行华语音乐的年轻人可以接受，觉得台语其实也会有这么样的一个面向跟元素。是 ，OK， 好，非常非常的恭喜出新专辑，谢谢，祝你唱片大卖啦，谢谢。